应该是。我没有手呢，我不是没有勇气，你让我要拿回我的本钱，那都是诈骗，我还在想利息吗？我是业主，我不是外头那里宣传在贪财，我是业主，是给业主的福利，是诈骗，交还钱，有点往里头走，给我坐一下，往里走来了。为啥没他？因为价没叫过来，我们不叫，我们也把他带过来。价飞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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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这边所有的方式往后退一点了。啊，因为广场有广场的规定啊。是大家聚集的一个卫星球，或者是这样子，大家过去，我们先登记，把大家的情况登记下来，能不能？再去。走，不要拍照了，不要拍照了，没必要拍啊。他也不能上床，他这是我们的权利。走吧。那个地方。哎，你们几位是否一起，我们过来一下，我们了解一下情况，好不好？来，路边的同志，咱们统一集中。没有一个人能帮我们，我啥都不管。冷静一下，我们输也都不愿意我的，这就是我们家。不行！天宇，怎么？给我讲。不行！报警吧。报警就报警！你们领导都是这样，让我们底下人可怎么活？我不行！冷静一下。现在这个事情是有违约的了。